明明剔咗 confidential， 話唔可以俾人查到我結咗婚嘅，即係我同佢結婚冇幾耐，我就已經入 TVB 係咁砌，我根本冇時間。哇，日日就0630，有時啲嗌交位就喺呢度嚟啦。54歲無線視后江美儀近日接受電台節目訪談嘅時候，自爆單身9年無人問津，仲話好想揾翻個伴，唔想自己孤獨終老，引發網民熱議。眾所周知，江美儀同吳君如嘅細佬吳君祥有過一段10年婚姻，兩個人喺2016年低調離婚，當時令佢大受打擊。身為過來人，江美儀坦言已經對婚姻再冇任何憧憬，因為自己經歷過，先至明白婚姻係一件好複雜嘅事，牽涉到兩個家庭，但係佢依然渴望愛情，因為愛情只係兩個人之間嘅事，簡單好多，所以佢唔想再以結婚嘅方式去相處，淨係想身邊有個伴，可以互相照應。但係佢又坦言，離婚之後咁多年，身邊真係從嚟都冇人出現過。問到有咩擇偶條件，佢直言真係冇乜所謂，年紀大過佢又得，細過佢都得，就算有仔女都可以，最緊要就係唔使孤獨終老，兩個人三觀一致就夠。